台北的大稻埕，互人叫做是戲曲，今年的戲春大稻埕10周年啊！主辦單位就講呢，這屆演出有北管月琴、布袋戲等等，和英國上界大的差別就是把巴士接溫泉啊，變做是戲台，觀眾會當哪看戲，哪體驗無同款的城市旅行。表演者咧台頂大月琴念歌講故事，觀眾攏聽甲耳仔拍拍。今年戲春大稻埕10周年活動特別起鼓啊！今年的主題是食戲肉、拍戲路，甚至賣佇乎外放送李天樂布袋戲的台語電影《乾隆遊西湖》。主辦單位表示，今年戲春大稻埕有北管月琴、掌中戲等等的表演。演出地點除了佇永樂廣場，上大變化就是佇巴士、捷運、毛月琴的表演，馬通坐船、西淡水河、聽地上李春生的故事。很多精彩的表演呢，有大場的，有小場的，有結合我們街區空間的，也有交通工具上面的，就非常的不一樣。在這第10年的時候呢，我們來做這樣子戲春大稻埕的展現。甲交通工具變做戲台、戲出，馬通加做社區旅行形式。主辦單位講，除了表演，還有布袋戲算命仙、月琴、卜卦等等超過30場的精彩活動。阮月琴老師伊會說唱，來互大家去了解講以前的地龍是安怎，甲這個地鄉位，咱木柵啊，甲大邊啊，吼，即送到咱大稻埕。主辦單位表示，戲春大稻埕的活動佇4月18到4月16舉辦，因希望透過今年的改變，通互戲曲文化為大稻埕延伸到無同的所在，嘛通互觀眾發現屬於家己的戲路。記者郭正陽、王志剛台北報道。